好一旁美景也。正月教诲不言天，岳飞也是同有谁开言，相亲一去年，今宵是翠大宋。来，大家一句上月吧。李爱妃，刘爱妃，正先敬你们一杯。喜万岁。两位爱妃万岁。在
自美德，但此事总以一决，不再多言。奏令在去过王陵旁，将第4年来，遵旨。春风得你恩千重，梅花吐水一点红。天降之vị皆送去，朝风朝阳张真公。请自龙两位爱妃平身。哎呦，爱妃怎么了？啥是佛陀？乃是啊！哎呀，想必就要分娩了啊！太子亲是父亲，北疆虐臣，国家虐臣公。请
要成功生下太子，只怕怎么样？只怕对娘娘大大不利。奴才，奴才该当，奴才该当。娘娘，放在奴才一片真心，都是为娘娘着想呀，娘娘。你起来讲。是，有道是先下水为强，后下水做样。娘娘的奴婢恩重似山，有用到我之处，我愿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有良策。要是要成功生下太子，就将他我外来死，就14个尸体。不妥，杀被炸去，死后得了。这图。原来是外邦请过来的进士李茂。哼，原来是这个错事。娘娘有了。什么预料？奴才倒想到一个调包之计。调包自己。娘娘，天是瓦包，金丝帽，不去比，是人非人相会有，要非杀生小一种，就将这不必礼貌。调包，名声将你中来抛弃，那要飞长安龙椅，一命难保。果然了解，这是叫人去调包你。娘娘，倒不是叫那聪明伶俐的口子写去调包。娘娘，夜深风大，快去为公安歇去吧。寇姑娘知人知言，对娘娘一片真情，真是一位好姑娘啊！哎，是呀，哀家有福的要疼爱他了。娘娘素来恩待奴婢，侍奉娘娘理所当然。此次我命令王东，我就王东；要你王西，我就王西。我要你站着不动，不要你走你，我就站着不动，不离左右侍奉娘娘。好，眼下去一件大事，要命你去谈。奴婢愿望你去行嘞，女子，你要听话，事成之后定予重赏。娘娘，这杀不一从，有你一死。王不怕去子被杀了，谁爱将一起希望灭成功？快！
难得你一片忠心，哀家绝不亏待于你，说说召集而已，定要一举成功。遵旨。启蒙，娘娘，还不快去宫外万岁驾到？是。也比他生下了美女，生下了是龙是凤，飞龙飞凤，那是什么呢？万岁知道嘞，吓死了！有么乱世江山气死！
糊涂谁？今日王八要为子大宋江上，保不成。玄耀飞。杰森，你不得不能长相要命，我与我烈母王贼私藏来，下子要飞，赐予死于万岁！清风茂盛，最当娘娘是言好，一群苏州，将这杰森当成冷宫。杰森死后做戏，你何故也要报他呢？哎呀，我，朕今日方才明白，爱妃是个大义大德的好娘娘。爱妃听奉万岁！朕封你为朝阳正宫。万岁万岁万岁！且叫我们娘娘起岁起岁起。
与我出来。原来是陈公公奴婢这厢遇礼了。寇公生，你一生在此做甚？我是来这里玩耍的。寇子切莫拖晚，免受娘娘责打。去吧。哎呀，是啊，世人都说陈公公是个忠厚圣旨之身，今日何不求救于他？公公请坐，公公请坐。何事？公公，你不吭声，那我走了。公公，哎呀，公公救命啊！据后生之命。公公啊，可怜李娘娘生下一子烦躁严黑，至今太子命在旦夕。此话怎讲？只因吕妃争夺正宫，与国王设下妒忌，用礼貌玩出太子。令太子前来炮射声，与我争。太子在哪里？太子在哪里？太子在哪里？太子在哪里呀？太子在这里。公公，请眉清目秀，杀生小生命欢喜何从，不知英才为太子那你究竟犯了什么罪？一层娘胎变遭贼，曾经宫里今何在呀？可见太子啊，你真有此心？为君太子万事不辞。好，那随我带了太子去见万岁。多谢公公。公公，你怎么不走了？我莫非你变卦了？可是想刘备心力正宫，全压当朝，国王凶残毒义，耳目中毒，霎时一时见不到万岁。这小太子他，你我三条性命，岂非一曲断送？哎呀，公公啊，太子事不足惜，总要见见太子才好。可是想你进宫不居，礼也不知，咋讲本家多年，况请这孙公罪恶，莫朝文武神神之位，你我那小小内侍是何关的？实在是非我不可，爸爸送死啊！事实上来，你是不想娶太子了？我陈丽，你王位堂堂美子臣，身为牛的要听，见他狼退怕虎，只怕引我少死生。太子不顾丈夫意，见死不决。
思绪万千，乱纷纷。他女儿家有大爱与深与不弃，愿与太子共死生，不曾令总算心事贴上。谁言真正断送两条命面对群才余愧，我身为三公中间，我是口子小功臣，恨则恨，奸淫则谁乱朝廷，其争功到几身，盼皇上昏庸不能扫自荐，他最怕他送江山。一旦去，我曾立两代忠良报大宋，虽亡我理当尽这崔王恩。我怎能受尽官逼献不顾，我怎能专献故语报私生，我怎能见死不语望太子，我怎能所以功前夫所指的有才神，就出桥啊！你为真，九天明月。为报他送千秋孽，策令我拼一死，要去太子查公门。多谢公公，多谢公公，多谢公公。公公，我是说带去太子。哦，可是有了，快把张合调啊！哎呀，公公，为了张合，只恐被人识破。我是将太子放在公公盒中。张合面不通风，怕要闷挖太子。我死于安排，公公快将果品倒掉。果品不用倒掉，还从死于机关。事之甚好，公公快召集而已。就开始，快把婴儿放上，果品张合中
我称你此生这事要将太子救成功，救成功。不是将太子送往后寺，送往南清宫，请八爷王府呀，让太子长大，可为李娘娘报仇。好子，哎呀，公公，要是也是谁才是长了你？看着你看，这样他有办事，越不王府，负三观看。此次公公请。见面后生。公公快醉，公公快醉！见面后生。陈公公慢走。啊，原来是国王公公，刚才你一人在此，一人在此，可曾见到客子？必见客子。你虽碰遭下，意欲何往？奉旨前往暖清宫与八阎王作祟，他总上于何法？实现公平。阿妹，莫想朝阳公子报实情，你放下重下，上我这块可有个大？不快也罢，刘王儿一子，万岁爷，王凤慢。结果王儿方可出宫。王命在身，少陪了。你公娘娘驾臣领拜见曾公娘娘，必生。谢娘娘。曾公公，你哪里去？奉旨前往暖清宫与八阎王作祟，一路之上可曾见到客子？必见客子，送何份？实现公平，可有个的？并无疙瘩。你且去吧。是。娘娘，奴才方才查看状况，陈令不肯，根本不把你真宫娘娘放在眼里。再宣成礼。是，娘娘有旨，陈令二次见教。臣令二次见教，娘娘千岁。一路之上可曾见到客子？必见客子，送何份？实现公平，可有个的？并无疙瘩。当真？当真。果然。果然。你且去吧。娘娘，既陈令匆匆而去，内中必定有招。再宣成礼。娘娘有旨，陈令三次见教。臣领旨。
惜他是他太子难去远安生。一直好比翠云木，陈林叔技巧。陈林3次见驾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陈林，我爱你其实好比鸟嘴，为领家所女人，莫非其中有个对？心话归天相梦魂，且家做帮贼的，我问你答一声是。哦，亲妈。哦，他身为了御笔王府。哦，其实御笔王府，他注定是珍贵之法，一家倒要见识见识。娘娘，奴婢方才已经为王张合中包裹四些果品。什么果品？荔枝。荔枝。陈林奉旨做水城，弟子怎能当一品是驴。三女开花不结果，小妹是我对呀，还到上水最相称。4万道，不是荔枝。哦，不是荔枝。哼，哪里行得过啊？娘娘，打开看看。遵旨。娘娘，上于御笔王府没有圣旨，只怕难以开灯。怎么，你光用圣旨养我？奴婢不管。那就快进去王府，打开坐下。遵旨。娘娘不可啊！娘娘，一条王宫送亲居，甚至不到几步马程，谁开王宫谁斩首，王法是天宪他爸，你尽管用谁的王法压家，违抗一字太不清，今日定要进王宫，此理是道快分明。娘娘，嘿啊，遵旨。娘娘，要见王峰，此非同上金殿面见圣君。气死我了！哇，娘娘，还有哀家这去王府。遵旨。哇，你尽管违抗先帝王法，定杖多少？奴才不怪，一切由哀家担抬。一切由娘娘担
太花见王府遵旨。开好。是，慢。望风一开，我当开，你们快。快到！慢！此官到下面可与各对。走。走吧，到下面。好嘞，嘎的。哪里信得过啊？娘娘，当开宽阔遵旨。娘，你在这里呀？奴婢特来扶旨。事情可曾办通？已经办通，在哪里？李什么？啊，将娘娘不喜欢吃的梨子倒掉了，倒在哪里？于我之中，当真，当真，与我为真，可啊为真。哀家的一重赏，谢娘娘。娘娘，娘娘，这王府之事。城里啊，娘娘。王凤之事，几乎各地一举算了。哀家听为兵营万岁。是。娘娘，你昨夜一夜未睡，快请为公安下去吧。保家为公，保家为公。娘娘最好。娘娘最好。娘娘最好。
离去了。禀皇上，今日乃是关小佳期，娘娘到御花园看花灯去了。想当年，两妃同于还家前，十字旁大宋经有人传，不料想李妃参要进宫闱。刘妃她得知要与团相言，谢王啊来到宋舍给前，心切切还未渡他泪我天。见万岁多真多因是台，儿媳不生常与愿，今日要来把阎王到我报恩，把错君献。来了，夸夸有请，有请。兄王，今日元宵不来还家，玉帝病死，夸夸请坐。兄王因何长叹啊？玉帝呀，常言好，谁老母年堂儿孙，真巧是空举童子一万岁，家邦杀父最隆重，落日江上光辉呈。兄王，你要保重龙体呀！全帮兄莫要太悲伤，地狱一本最当今，曾经遇过三儿郎，三儿少年身聪明，亦有心。你我守着精神，又往金冠讲嘞。亦有心，不计西夏曾经意，弟子皇兄可曾信？好啊！赵家国祚在宋儿，
玉帝，这10年来，怎么总为替你杀过，枉有一个三天下呀？啊，雄王忙于国事，哪里还顾得上小弟的家事哦？父王啊，儿啦，快来拜见万岁！啊，汉中曹操拜见万岁！王子平身，夸夸起来。哎呀，来，长得眉清目秀，仪表堂堂，上殿下长得真像寡人啊！哦，父王下吗？哦，同是先王一脉，时传相像亲生儿咯。子真为不祥。玉帝，朕有心将王者继承过来，好，有空来视他。既然雄王中意，就该当机立断。对，王者听风，万岁！朕封你为宋国太子。谢父王万岁万岁万岁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臣妾参见万岁。子头，你来得正好，就玉帝的三殿下，朕已封他为宋国太子了。万岁，是不是非同小可？你怎么？子东，你要体谅朕的苦衷。王叔，大宋不为，你要以国事为重啊！事关生死基业，你就生下儿子吧。我儿，哎快去拜见母儿千岁。啊！汉中曹操拜见母儿千岁。必胜。计划是死生相识为我应。不想他机关算尽太聪明，他却对我儿无心上，人年来忘悲心，不是情深总不尽，假装真情乱真心。啊，王儿，哎，王儿，我看你长得龙眉凤目，2、2岁间，真的一副帝王之相哟。母儿过奖了，王儿，哀家一见到你呀，就从心底里欢喜你了。从今以后哈，要比得亲生儿子，我要请你谢母儿。啊，王儿，哎。王儿，母儿一言从千金，恩情似海深，真胜过你那亲生母亲了啊！哈哈哈！这里在，你带领太子策划御宫去吧。孙子，父王，母儿，他真去了。去吧，殿下去吧，殿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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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玉帝，你来了之后，朕的病就好了一大半了啊！朕的是假。哎妈，朕要与你同饮几杯，畅谈一番。来，有过上来。领子。国王，安中草房，随此事拿起手来马身。大万岁，请啊！自从玉帝请。
娘娘，你愈在伤心，我累了。12年了，今天已是元宵节了。娘娘，一杯清茶劝到元宵美酒，请好啊。一杯苦水对酒浆，欢声永从梦一场，人共生生愿成真，元宵节节长12年前，今生是一枚黄金把衣裳，啥是佛陀要分明，不为王爷为家邦，生意折腾。佛身分啊，一枚谁身旁，临本一分银的苦，为什么才要犯皇上一枚来报罪？谁你一世所惧法？12年不知我儿生何事，此情绵绵事多长。12年不明不白莫冤情，何人离去山迷无尽，阳光
信奉的太子。好啊，大宋府江山不改写。哎，娘娘你看，这小殿下的面貌长得真像娘娘啊！是吗？好像是一股木子里映出来似的。知道是我是好啊！我到外面去瞭望一下。去吧。你这里见驾李娘娘，这里禀声谢娘娘。殿下，殿下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奴婢在那边等你，快随我回宫去吧。公公，这位好娘娘，我可拜的，这是一位大恩大德的娘娘，你要称她母为，我应该多拜上几杯。啊，好生好生拜见母为娘娘。再拜，多多的拜上几杯。娘母为娘千岁千岁千岁。殿下，请来。娘娘，你为什么在这里受苦？陈公公，这位好娘娘为什么在这里受苦？啊，小孩子讲，就不要多问了。那我自己去问。哎，殿下，娘娘，你为什么在这里受苦呀？啥嘞？华长，3年前的今天，哀家一人产下一子。哦，此次是来与我同年。那是金兄王他在哪里呀？陈公公，你可知道我兄王的下落吗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娘娘，兄王他到底在哪里呀？殿下哪里知道？哀家临产之时，曾问婴儿的苦，不知何人忘在皇上，使我产下了怪胎。王家竟有这么逼人之事，到底是谁人追本，害娘娘受苦？殿下，陈公公，殿下，嗨，好叫声真狠呐！我为娘娘清高心，是真为大人。我要替你顺位小轿身。
随我回宫去吧。啊！娘啊，劝娘娘莫悲伤，保重凤体放宽心，上一道其生死与天相从，娘娘你插队有什缘能生？啊，娘娘，你的为我插队是啥的？娘娘，娘娘啊，清欢那常为有子的子嗣，愿为生长在岳城，12年前遭受理，好先生强举到此从城根，莫看苦母花活过，来云生机有倾城，待等那春花秋实风水时。更生也美一字沈公公，哎，沈公公，说什么？你只身长在牛城，12年前遭水里，意识到莫看我风花过，待等那春花秋实李子云。莫非他并非一往情深子，今世我12年来早是莫想的魂。送情。殿下，殿下啊，你可把我的力量快回宫去吧！殿下，这人宫没有万岁圣旨，你是不能跑到这里来的，快随我回宫去吧！殿下，你快回去吧！我要睡在这里陪我娘娘。殿下不可啊，万岁在等你过元宵呢。我怎买的？娘娘，保重。我明天再来看我娘娘啊！殿下，娘娘，殿下，娘娘，娘娘。
开子看见娘娘千岁，应声。开姑娘，3年来哀家待你是何？娘娘对奴婢恩重似山。好，那就给知恩报恩，把当年举去强还之事，从这江上赐予你的好词。是。娘娘从一本意思，用将士情来并治。想当年我奉命来调报，礼貌王出小太子，将婴儿抛射于屋内，就去桥下找银子。从此我虽配死地3年，滴水不来不生子。果真是此，恰是真情实话。哼，你夸！老公气坏了，李娘娘，李娘娘！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我看你还是从实讲了吧。娘娘，开子以后半特出，还是些什么样啊？将你当年我证明是怎样串通一气，谋起哀家。哎呀，娘娘，此话是从何说起呀？不同意吗？两你不早，国王娘娘，将妾身放下了。哎呀，哟，放下！娘娘，走什么走？奴婢冤枉了娘娘！我下去狠狠地打娘娘！下去，娘娘，娘娘！娘娘，国王怎么不当了？当时了妾身得了开功，倒不是因我之间宣进成令，当面对着。好主意，宣成令。是。娘娘有旨，陈令进宫。是，陈令进宫，陈令进宫，陈令进宫。今朝事到引退莫笑伤。奴婢陈令家娘娘千岁，
禀身。谢娘娘。娘娘，神也学奴婢进宫，不知为了何事？沈公公，哀家欲望问你。娘娘，请讲。上海年前，哀家命口子去办一件大事，他竟没有办好。其实这件大事，你也知道。什么大事？奴婢想不起来了。果真想不起来了。哎呀呀呀呀！年长色居，实在忘了。哼，只可惜，口子他已经讲不了。他讲什么？你不要中毒。你是不讲，休为哀家反面无情。娘娘要你死，你就挂不成。国王，你管把我怎样？查将有贤的臣子，免死金牌。娘娘，夜深了，用奴婢为公，慢慢想来，啥能想起前来禀告是将妈，想不起来也就算了，何必急着要追你？不知万语何事？你是口子忘了哀家的大事，他给不给打？给打。打。来呀！有将口子给我抬上来。是。国王，娘娘，与我进打。是妾身。臣令，娘娘，我命你打。娘娘，奴婢虽不报妻之礼，是何当的？哼！你今个违抗娘娘一旨，与我打！娘娘，打！
我匆匆地到，遵。娘娘，问他什么？问他当年我是串通，下中长谷何文？是。可是你当年和谁串通，下中长谷何文？哼，此话是同我说起，难道你曾困境？我何曾困境？娘娘，而你可曾困境？哼！哀家当上困境，只看他走势不早。哼！娘娘既已困境，何必还要问我？好样子劣贼！遵令与我重重的打，狠狠的打，当着他早生放血。娘娘，你不怪重大，莫非你儿孙已经串通好了的？不是。愿意的。
你这是你！彩礼，话不与我匆匆地打。陈毅，你打死不打，你曾听我一把。三次
只怕真心败露，太子难忍。山边那山，我思也难来，报也难。为报仇，只得怀悲深痛。我是伤，去过城，想你是不从命，生死关头要细思量。娘娘她以招公为国事，难道话为女王王？你少不肯也招神父，请放下一笔方。陈林杀死陈贤你，岂非要半身脱马黑长？
第44幕田里第4关，走去跨过巨蟹。唐渊之人，叫谁家至哪里？报答你，小人名叫范仲我，我的是来曹九教队的王耀东理想。有冤枉从实的讲嘞，我是没冤枉的。是我的蛮
娘有天大的愿望。哦，即使你母亲有缘，叫你母亲前来航愿。报答你，俺妈娘头发么白，个眼睛么黑，双脚是米细个大，走路不大方便，所以想请报答您到河阳生月去。我妈娘哥哥。为民之父母官，离开天命深渊，一走无妨。左右要与老夫前堂。报答你，俺妈娘还有3种条件的。哪3种？一，叫报答你不能明落黑道；第二，不能骑马撒脚；第三，叫报答你不应到呀。我妈娘哥哥。想老夫恨的是长官恶霸，爱的是忠臣孝子。可你范仲啊，为母航远，你是个小桃之子，老夫一年前往殿试。下家报答你，下家报答你。对我，多谢包大神。就到，我要到这，侬外头等等哈，等等。哎呦，阿娘哎，阿娘，儿子回来噻。阿娘，侬当心点，当心点。没人。阿娘，喏，没人。儿啦，哎，包大人请来了没有？阿娘，报答你儿子请来着，我要忙俺等到，儿子扶侬出去生月去。儿啦，哎，要外奉达，为娘生子不便，叫包大人今要生愿。哎呀，妈娘哎，个报答人的人多少好啦？儿子是3步1把，被摆到院门外，侬不会走路不要紧哦，儿子背了出去。不去便为不孝。儿子小，搿万种我啦，还不掉出来，让我掉进去摸摸看。报信，哎呦，范仲王，真不见你母亲吃药。报答你，俺妈娘我药味丰达，俺妈娘的身体啊，吃不消个，想叫报答你药内生源。哦，报答你，俺妈娘我个。既到此，进去我方，左右要在老夫进药。妹妹报答你，侬毛毛想，我个还要立得么一个立得，个孩子么一个孩子，侬介许多个大老爷、小老爷，统统跑进去，我个还要同怕盖太过。阿娘我只能打一鸣惊的。尔等药为等于，放心，在老夫进药。报答你，请。哎呦，三爷，小碰着，报答你，侬个人们累了个高，
还要累了噶啊！我帮侬打个赌呀！啊，来，喏，搿只节目先生进去，那搿样子查查进，搿查查出，嘿嘿，报道呢，请，小老爷，请。你去问问，他是真宝还是假宝？啊？啥个？搿包大人没有真宝假宝噶？切！我反正我啊，只晓得一日三餐大宝。包大人，妈娘问侬是真宝还是假宝？真宝真实，假宝真假。呀？搿我不晓得，我问问妈娘看。阿娘，包大人话真宝真假，假宝真实。说是真宝，替为娘申请17年的愿望；说是假宝，拿到而来为拿到而去。阿娘，侬个眼睛是毛发这个人，哪里晓得伊是真宝还是假宝嘞？为娘也没变质。切！我个妈娘吃牛逼个，也没骗子个。搿双手有假灵光，老早好多城隍庙爸爸出事体，我不用讨赔罪。包大人，俺妈娘话，侬实是真宝，申请俺妈娘17年的愿望，实是假宝，拿到而来，拿到而去。哦，向你母亲上莫失命，她有真伪之道，老夫是真是巧。阿娘我一毛弟子，阿娘保证在此。哪里来的草？小老爷，小老爷，还保证而言。阿娘，包大人来在，侬没。儿郎，哎，为娘莫不着，叫包大人退后一步。哎呀，我个妈娘多小事告诉我啊！包大人，俺妈娘我没法子叫侬退一步。哎，这为官之臣，只要相见，哪有退后之理？耶，包大人讲的有道理的。阿娘，包大人话，为官之人只有相见，哪有退之理？遇到是预先必有后。耶，我个阿娘讲的也有道理的。包大人，阿娘话，为官之人有前必有后。好一个有前必有后，老夫就退后一步。阿娘，退来退，侬没，儿郎，哎，为娘万事莫不着，叫包大人再退一步。哎呀，阿娘哎，侬搿只屁股啦，也没钉子把侬钉牢，侬站起来嘛，走个1、2步就没得着了呀。我个妈娘啊，陪一日到夜，包大人，阿娘我万事没法子，叫侬再退一步，我就再退后一步。阿娘，一退来再，一退来再，哎呀，侬赶紧，儿郎，哎，为娘万事莫不着，你叫包大人连退3步，3而连胜3局。no，我个妈娘讲个闲话多笑好笑啦！早起那个皇帝个娘呀，口气搿大个，是我范从我个娘呀。哦，讲连胜3局就连胜3局啊！哎呦，
报答你，俺们家我就弄离退三步，才有立身三绝。好一个烈神上之！俺们家这么多着，那么。保证哀家这次万不见家。你口称哀家你是何人？哀家却是3000年前的鸟成公李仁子。一击死臣李娘娘有何为罪？今日王李虽怕为证，哪里我看？春风得意恩情重，梅花吐水一滴红。铁匠之皮接受于赤峰朝阳张真公。保证姐家不太娘娘，去，遂平生谢国台，见过小千岁。保证姐家小千岁。哎呀，你不老子！俺娘那个我啦！儿郎，哎，你是平生，平生。哎，耶，不对，俺们娘假秀气个，平生个，个报答人的人多少好了，报答你，从今天起，阿拉2个人是好朋友，我不能满身。谢千岁，老兄，哎，见过道理。接过他千岁，平生接过小千岁，小老爷，哎，我读啊，弄懂，我读哈，哎，我读听我个话，听侬个，抱起来，小千岁，国太千岁，常前到得镇州府中常州为等，得保证为今之后罪名身上，前后即将好，国太去。我大小千岁去吧。此间在华堂，今年走走比寻常，谁也好比鸿门宴，用兵把万胸中藏。我公公到，顾他孤船来了，有请，夜王千岁，借夜王千岁，
公公免礼。且岁，我乃奉王羲之铁叶王做事来了。公公，本王拜谢王恩。铁叶王收下。赵家先告辞。哦，公公难得到此，怎能不以随举匆匆而返迎？王命在身，誓不奉陪了。慢，待本王当开张案，令我同用隧道共享王宴，罪罪不死。这怎么可以呢？公公，你难道一点面子也不给本王？你自己也是剧团的呀？是此恭敬不是聪明了。不是白道，恰是杀驴。杀驴。本王有预备弟子。哦，请公公估摸。叶王请看，是此令我一同过安快。当年作贼宋离子，今为吴王先杀驴。不必屈辱，亲手用，苦苦烈烈皆不力，而望御笔清风。公公，你可解得其中之含义？这有什么可解的呢？你不解得，本王解得。杀驴是杀驴，非一也。皇上的事送上上门，分明是命本王此笔惊动，一股不虑。你怕我你？过行，只怕你来得去不得了。来人！你实习功劳，把我3级总归怎么样？本王王子哪十分贼，名正言顺，天理早算。我乃3级总归师部大臣，你该把我怎么样？国王，你万上作乱，夜黑万岁，吹重量，才到节，万不允我从实早来，小看判了神。国王，请这他这里也虽昨天逞凶狂，与雷飞狼狈为奸贼遭赃，推天换杀黑云子，杀身灭口本娘娘，我必死去公审，屡屡害我命先丧。你是否残身绞杀的神灭狼？到头来王后私奔哦下场，有非一本。护卫你，这什么扫描飞跑，一件件都是贼赃，天真是生羞孽，听了你早晚判判羞泪脏。我等答应两你不走，永远。我他驾到，太后救命！太后救命啊！现将国王放下去。我他亲手。大胆奴贼，你尽管私自空当，坑压大臣，给当何情？本王王子哪十分贼，名正言顺，天理早算。孙子何情？国他请看。当年作祟宋离子，即为武王先杀驴。这里，娘娘，我来问你，当年先王命你为不义
样做事，兄弟不都是半道水里吗？真是，可这里说兄弟都是理智气荒唐。这也难是。今年送的不是16吗？张丽，难道你当年真的送过梨子？哎，第7次是16晚上，娘，小小梨子，心过万苗，万不之中其珍宝。女子长在我城市多少年，才长这棵多根苗。要靠它生生不息繁衍，要靠它传宗接代根基牢。谁料想世上遇过狠心人，却把古村当一草。今将一子来倒掉，欲把若城市放火烧。自古生机灭不竭，可笑他机关算尽枉徒劳。幸亏此话，娘娘，你害怕了？我是这里。你休想有意或中画骗哀家，咱家奇过。我来问你，你说的什么有正事？是进是杀外语吗？这你说呀，你讲啊！娘娘，切莫笑得太早，请看。王令婆，真是王令婆。请问娘娘，生死一事何来处分？生死不离，有意可知。可是他身亡，我这身亡我这身在哪里呀？真是我见鬼！哎，有请当今国太李娘娘。一生情等了17年，可难上。人配眼妹妹，17年不见，你还受什么吗？我才是你还不是，少不是17年我做的李娘娘。我
纪小，年纪小，你小怎能说当朝？为头再把王所教，你看此事怎配笑？陈公公一声叫，乱前公去来别一了，我就走。追上前来，爸爸摇摇，皇帝阿弟一声叫，听我从我把功劳表，阿娘受苦才还要我回中啊，年年夜夜把饭讨，来了保证我都好了，把我阿娘接为朝，为将我带到京都享荣耀，如今我头戴皇冠，身穿蟒袍，腰系玉带，足蹬高靴，摇摇爸爸，爸爸摇摇那一个他带，欢迎我来瞧。哎哦哦，哎啊啊，哎哦啊，瞧，走啊！暖清宫去了变一条，教育过他是自强。为头叫声小老鸨，一家名利当朝。哎，李子。我看江上是一头命我保贼当朝，死不还不分天地，乃多贼子不他当朝，地下头来。儿子们，接到一纸大锤一报，你听见了吗？你的血没有罢了，我们的仇报了。儿子，好过生，儿子，好过生。来，拿去来。
万岁。气味香，口子在风引领女，风背里九曲棒，清风中间来公用，要啥么用？听风，随风，风为阿罗王，下下皇帝阿弟，保臣听风，臣随风，风为龙都国大约死，谢万岁。身为爱卿，百家为公，屈公同意，万岁万岁万岁。